为了沿海北门区一拄到雨季相对的较烦恼，议员蔡秋兰就指出，为了将军山卡大牌玉山段制作一半已经坑灭2档，其中河花土地已经破损，头坑严重，要求水利局600万的工程经费，伫下半年要尽速处理。对此，干务局嘛当场答应。山子桥的大牌伫迄玉山段吼，已经咱做一半。搁一半拢足严重的，你有看无？拢有够严重的啊！所以即摆里长啊，甲乡亲拢会想讲，雨期若到，你若搁放了规个搁淹水，就害啊！所以局长，这个我们要尽快去把它修复啊、修缮，因为尾仔即阵的钱无偌济啦，600几万尔。对咱水利局来讲是真简单的代志啦吼。山子桥大牌玉山段这个吼，这个跨度8米啦吼。计划嘛差不多9米左右，所以跨度是差不多。但是即马就是讲伊迄个土地啦吼，土地较会放啦。头拄仔做你咧讲的就是讲，这土地较会放，惊讲迄个余温吼，若去放鱼会去走出来安尼啦。对啊。所以原则上是安尼啦。头拄仔做你交代啊，咱就下半年咱来筹经费来甲处理安尼，好无？除了水利工程，议员嘛进一步关心嘉义区信义国小厨房女具已经无符合现况的使用，预估4700多万的预算，除了透过立委陈庭辉向中央争取，嘛要求市府关心便利配合看。你也看迄种旧式有迄楼梯，你要塞去个营养午餐，要塞啥拢足无方便，而且你边仔迄种老旧，吼，我寄望讲局长你有机会。都来看一下，因为阮这间信义国小真的小而美啦，会使讲校长嘛做用心的，甲咱所有的绿美化做甲做水，真正值得我们去甲关心一下。因为这个经费是一条讲大条嘛无大条啊，4700几万啦。哦，局长，做伙来关心。感谢议长吼，咧关心学校这个午餐。迄个供应，当然这间学校，毋是养厝，毋过可能阮有一个历史啦。阮大概这3档来吼，阮补助伊大概将近100万吼。当然这用地的部分吼，迄经验确实有较济，毋过来当做伙吼，甲迄个中央咯，争取这个经费，配合看的部分，咱甲来想办法。已经7连霸议员蔡秋兰虽然民进党籍，不过议会党团则是家己无党联名运作，伫地方实力坚强。3月涉嫌诈领助理费议案，地检署嘛以无起诉处分，刑以轻白。台南新闻管制林银光采访报道。